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的国馆甲梨山，昨总算是落雨了。虽然讲落无真久，也毋过当地果农讲已经袂歹了。只是这款的落雨量真正是无够鸡喙大，这个水拢还未流到附近的德基水库，都互这个土地树甲打了。所以这个储水量也是剩3.8%。所以有风声讲上紧29号德基水库就会停止送水，不过水利署讲无这个代志哦。讲未来一礼拜，这个中部山区落雨的几率也是真悬，对这个水情应该是有帮助。雨直接落去台中的德基水库。雨虽然无大，不过受久无落雨啊，果子农嘛是真欢喜。想不到这场雨刚落5分钟就冻起来啊！算是毛雨啦，就很小，然后有一些甚至连地上都还没有很湿啦。大家才感觉真失望，附近的梨山开始落雨啊！容易下大雨了，这个就有粗了，有点粗，有点大了。这摆雨虽然落较大，不过刚落无到半点钟，台中山区昨这2场雨，因为落雨的时间伤短，水未ful流去附近的德基水库，搁靠土沙含树啊吸收，对水情帮助有限。雨势不够大啦，第二个是土壤这么干哦，你东西下去当然土壤马上就吸走了。德基水库欠水率即马降3.8%，传出上紧伫咧后礼拜四可能就要停止供水，不过大家溪发电厂含水利署拢讲无可能。目前的水位确实偏低，但是它还在我们河道放水口上，没有说德基水库停止供水的规划，并不会去评估德基水库它的供水天数。水利署副署长解说，虽然昨这2场雨对德基水库帮助有限，不过气象局预估未来一礼拜中部山顶会落雨，相信对水情会有帮助。